来，乡亲继续要来讲，全世界倒一个城市带上侪好野人呢？讲咱台北是排第8名，带1519个好野人，因每一个人的资产拢超过新台币9亿。这个好野人有一寡共同点，拢较会伫海外投资，而且行事作风拢真低调，拢袂讲电讲因有偌好野。 俗称小牛的蓝宝坚尼出现伫台北的街仔路。依照台风2019年财富的报告，全世界超级的富户，台北市人数是第8名，有1519个人，净资产超过9亿3000万的台票，估计2023年进前会增加到1864个人。 他的国家，他可能会比较低调一点。那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，其实本身的一个民族性，开工厂或者是小孩求学的一个需求，所以他们会比较偏向是在美国、日本、英国这些可能他们会去做一些所谓人生规划的一个地方。 超级好野人共同点就是拢真保守，爱投资房地产。依照彭博的资料，台湾超级好野人平均每一人有5.4栋的厝。 香港差不多4栋，中东差不多4.6栋。另外，艺术品伊嘛真爱投资，第二代嘛真保守。没有固定，这种就是艺术品，有看到喜欢，那就会去购入喜欢的。甚至有部分的人士会将大部分的钱放伫海外。依照瑞银集团的报告，台湾人有5000亿美金的海外资产，相当是新台币15兆。敢若卡数中国的1兆4000亿的美金，甲美国7000亿的美金。 到底这超级好野人是安怎起家的？彭博有介绍，1950年开始因累积财富，因为1970年代大量的出口，1980年代开始有电子的代工，所以来中国开放投资，这台湾的企业家靠海坐着产业成长，并且财产愈赚愈多，嘛，或者超级好野人做代志更较保守。